来继续来到台北的西门町，这个卖便当的老店金鲜排骨，卖将近50年了。讲头家娘有岁啊，囡仔阁无人要接，所以要甲店拍互人。西门町会当讲是排骨便当一级的镇区，当地有袂少卖排骨便当的，拢诚出名。今若到食饭时间，人总是安尼讲滚。排骨煎甲酥酥脆脆，加倒一个煎，肉质是真有味。排骨店打开门做生意，就请宾众来交关。西门町真济排骨店，不过最近传出这一间老理会业者要甲店面拍出去。店门口挂休困的告示，伫咧西门町老理所在金鲜排骨是由一对翁仔某咧换店，不过因为头家70多岁，后一代嘛无想要做。再公开要甲店面拍互人。第一没年熟，第二年纪大了要退休了。我会找那种会做的人，或是我去督导他们去做，还是可以让他继续延续。他因为有人来要点店，他是要做日本料理，所以我还在跟他讨论，是不是可以继续做我的东西下去。就惊好做美食团头家甚至关起技术团卡，因为休困这一天嘛是有真济老顾客想要搁倒来食记伫内底好做味，各民众看到要甲店面拍出去的消息，特别为信义区来买便当。像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啊，他们都会去。我是觉得很可惜，对啊，因为久了嘛。换别人做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里面就是不会老，这样吃很润润的，外皮酥酥的，这样各有千秋嘛。有的不是喜欢排骨，或者有的是鸡腿饭啊什么那些。论证西门町周边上款的排骨店拢有迄厉害特色，除了金鲜附近的金鲜排骨，也就是金鲜头家学工会所在，搁要摕到商标权。金满园排骨讲佫有好食芳气，同一排骨是自古早滋味，美伫咧地下室的一级排骨。介绍上亲民，无论倒一间拢真够煮食。即马一单收起来，老顾客敢若希望好做味会当永远流传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